我自己睇其實就冇必要去做到話衝入立法會嘅，除非呢幾日有議員有5個6個議員話要轉軚嚇，即係會令到個政改有機會通過嚇，否則我哋話係速戰速決嚇，應該係否決佢，唔好夜長夢多。但係有一小撮嘅人呢，可能佢哋覺得呢個過程都係唔公義嘅。呢個議案係唔公義，所以唔想俾佢發生，就話可能要衝入立法會癱瘓嗰個會議。咁我覺得係，我真係覺得冇呢個需要。反而咁樣會夜長夢多添嚇。同埋就算你佔領咗個立法會，你知道議員就算唔喺立法會都可以喺其他地方係開會㗎嘛嚇。我都唔希望出現好激烈嘅衝擊行動啦。市民到時可以包圍立法會，係顯露大家對喺831框架之下呢個方案嘅不滿嚇。跟住我哋否決咗佢一齊，跟住出嚟同市民即係繼續抗爭落去，即係繼續爭取。呢個係我嘅諗法。衝入立法會，當然佢哋又有一個犯法嘅風險啦，同埋癱瘓咗呢一次嘅投票，對整件事嘅幫助我睇唔到好大。